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30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已经31档无起的水价，外界风声讲按说要起4成，高铁台北到高雄目团讲要起到1720块，高铁表示交予董事会决定。台积电早起伫高雄举办2奈米扩产典礼，受到川普关税政策影响，今仔台股是落906点，台积电嘛落超过4%。中国配偶小米温琪因为武统的言论，今仔是离境期限的上尾日，内政部表示今仔无出境，就会强制离境。来看今仔受到大陆冷气团甲华南云河区向东边移动的影响中央气象署透早针对金门马祖阁有新北市发布低温特报，可能会出现10度以下的低温。玉山气象站伫早起10点外阁落冰雹。另外，气象署嘛发布5县市的大雨特报，基隆、北海岸、新北市阁有宜兰花莲阁南投山区会落大雨。北部天气单日，民众穿厚衫、骑雨伞出门。北宜气象署针对基隆、北海岸、宜兰、南投和花莲山区发布大雨特报。气象署预估北部、中部、东半部这款落雨的天气形态会维持到拜三。清明连假头一天4月初3才会开始慢慢啊转雨，不过基隆、东半部也是有机会落雨。礼拜三、礼拜四整个是水汽减少的过程，所以在礼拜三这一天，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还有一些局部降雨，而另外在西半部的山区也有一些零星下雨的状况。也那气温的部分，这几日啦，受到大陆冷气团影响，各地天气冷叽叽。北宜北部、东半部温度伫咧12度至16度，中半部12度至22度，南部温差就较大，会伫咧15度至27度之间。气象署预估爱到拜三过后，大陆冷气团减弱，北部、东半部高温才会来到20度以上，中南部高温恢复25度以上。不过也是爱注意早晚温差可能会差到10度。礼拜三之后，在冷气团逐渐减弱的状况下，白天的高温就会逐日的回升。那在连假的前期，可以看到整个白天的天气会恢复到比较相对舒适的一个状况。气象署表示，清明连假天气上稳定的时间，伫咧4月初3到4月初4这2天。气象署建议民众若是有要去陪梦，也是要出门，会当趁这2天，因为过来4月初5、4月初6，北部、东半部会恢复落雨的天气形态。记者陈阿轩、林旭凯台北报道。再来看咱台湾的水价已经31档唔捌起过咯。台水公司卖一度水就要赔2块外。台水是表示讲，最近会来检讨水价，送予经济部。另外，交通部嘛协定讲，高铁新的票价台北到高雄可能会起230块，爱1720块。高铁是表示讲，会先交予董事会去讨论。交通部依照甲台湾高铁合约，逐年拢会以台湾区消费者物价总指数的变动幅度检讨高铁基本费率。因为高铁去年无起票价，以台北到高雄票价来讲，有230块的调整空间。工作非常出差的情况下，其实长久下来，这个价格心里还是会有一点介意。如果调整的话，可以让搭乘人少一点的话，我觉得也不错。2024年高铁基本费率是每人每公里4.551块，来做照公设加成每人每公里5.061块。以台北到高雄差不多340公里来算，等于北高票价差不多1720，会比即马贵230起15%。高铁回应注定基本费率甲票价是毋是调整，由经济部门依照合约相关规定，综合考虑营运成本甲社会经济形势，评估了后，报请董事会决定。为什么我个人偏向现阶段不急着再涨？因为高铁是一个算是低碳的运输工具啦。那我们应该是乐见说，很多人喜欢用大众运输。除了高铁票价可能调整，31年无起的水价听讲也要调整，因为台水公司即马每卖一度水了2.45块，去年税后了39.49亿。预定今年可能会阁了59.34亿。台水公司30亿会甲水价检讨报告送经济部，无要评论水价调整的方向。水价长期确实是这个偏低啦。其实我们该做的一些相关的改善工程，其实我们还是依照我们的步骤来持续的来做。水费的调整，它对我们的这个 CPI 的，就是真正的这个影响，可能不会太大。学者预测，水价总共调悬，对物价冲击会比起电价较细。不过，万一水价调悬，是毋是会转予使用者、消费者拢会真关心？记者综合报道。
水价嘛准备要起价哦，行政院长杜英泰有要求到经济部，就爱来提出水价检讨报告。外界风声讲哦，可能会起超过4成。早起伫立法院的经济委员会嘛，受到真侪委员的关心。水费31年没有调动了但是你也必须要把这个整体的水价合理性的提出检讨报告，要送出来。那现在送出来了没有？目前为止我没有收到这个台水公司所说的报告。那台水公司呢？说今天会送过来。自来水公司还没有送，我们今天议题都已经排出来了，还没有送。总经理说今天他公司会报出来了。委员希望讲水价要调整，尽量就唔通影响到民生，嘛要甲产业先沟通哦。经济部是强调讲，所有法度改善财务的办法，经济部拢是开放的态度。来看台积电早起伫高雄南马溪产业园区来进行2奈米扩产典礼，因为之前台积电宣布讲未来4档会伫美国来投资1000亿美金哦。外界是真烦恼讲台积电敢会真做是美积电的，这届扩产典礼嘛算是台积电会甲紧留伫台湾的决心，嘛代表讲领先全球的2奈米会当扩大量产咯。台积电伫2023年评估市场的需求，甲高雄厂是对7奈米甲28奈米的制程，改做2奈米的先进制程。按算要伫高雄投资起5座的晶圆厂，计共是要投资1.5条。2奈米头1座的晶圆厂真顺利，按算今年下半年就会当量产咯。也毋过台积电今仔股票是落真济，落到910块，甲今年上悬的计数1160块是落真济哦。也毋过台积电的股票愈落，台湾的投资人是愈济哦。伫顶礼拜5，台积电的股东人数嘛已经超过170万人咯。再来看，川普4月初2开始要来扣对顶关税，嘛造成美国4大指数拢落，台股今仔一开盘嘛大落，收盘是落906点哦，是今年落上济。台股嘛落破21000点的关卡，台积电是落到910块，落42块，落超过4%。有分析师是认为讲，川普的关税政策有真侪无确定性，那关税政策的细节会当清楚公布，台股就有机会会当反弹。伫8月台股一开盘就受到顶礼拜5美国股市4大指数盘北的影响，第规个拢大盘，开盘即个啦21254点，盘中上低点摆落到20778点，盘824点。从今年盘中的第2盘点，这个美国股市在上个星期五大跌，拖累了今天亚股全面都重挫。因为现在市场也在担心，就是说对等关税公布出来到底是会不会比市场预期的还要来得差，所以卖压是提前涌现。若是台股捌盘到21000点以下，宽达股的台积电盘中也盘到917块，盘35块，盘北超过300分点。电子产业的传导股票盘面也清顺顺，全部拢跳空动盘。鸿海伫咧盘中盘北是到7.5%，另外个盘中的盘北是到4.43%。看到这礼拜美国总统川普就要公布关税政策，有分析师认为，台股的汽车股受到关税影响较细，因为台湾出口到美国的金额无悬。若是台积电会当享受到关税豁免，其他的产业面临到关税税率无到25%，那呢台股就有机会反弹。以今天的这个开盘的这个月的跌点上来看，已经超过2000点的情况之下，我们觉得这个地方已经有酝酿这个短线上反弹。好，不是这礼拜就是下礼拜。第31的台股是不是让停止盘北，或者是面临到2万点的保卫战？市场正注意。有分析师讲，就要注意川普伫咧宣布关税了后，万一有其他国家提出反制措施，影响股市的时间唔那是会久长，也会连带压缩反弹的空间。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关心缅甸大地震发生的第4天哦，已经超过黄金救援的72点钟，目前罹难的人数嘛超过1700外人，3400外人受伤，更有超过300人失踪。另外，缅甸的反恐军嘛宣布讲救灾优先，甲政府军要停火2礼拜。伊嘛指控缅甸的军政府无要好好救灾，佮趁这个机会空袭反恐军。缅甸强烈电力的重灾区第2大城曼德勒已经叫做瓦城，30日透早伫倒去的长城饭店现场，救援人员顺利救出一位被带要到60点钟的女性，这位女性的性命现象稳定，经过送病院观察治疗。
伊拿几点钟久之前，赶快伫咧曼德勒倒去的天空别种公寓现场，救援人员将这位台地内底超过55点钟的35岁有身的军人脚切断了救出来。验过尾啊，这位军人也是因为浪费伤济救袂大。天空别种的公寓本来是12层楼高，2倍强烈地动了，6楼以下规拢被地价变去。曼德勒伫在后规条路拢是死亡的气氛。因为随时可能发生地动尾，严重拖慢救灾速度。有一位强烈地动时阵正伫咧曼德勒旅游的俄罗斯的游客，3日甲路透社讲，强烈地动了后，伊看到曼德勒规条路受损的情形，心情真郁卒。И на каждом шагу хочется плакать от того, что здесь происходит. То здесь пес, какой-нибудь щенок со сломанной ногой за тобой просто пытается идти, а ты даже ничего с ним не можешь делать. Нам помогали финансово, по крайней мере,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ликвидировать последствия этой.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指出，缅甸这边的强烈地动灾情，造成真多原本生活条件就真歹的家庭，面临着更加严重的生存挑战。伫在后的生活甲医疗拢真欠，尤其是对儿童来讲，影响更加大。Many homes has been destroyed, road and bridge damaged. Many children and families are still missing and traumatized. We need urgent assistance, especially for the children, who often suffer the most in these kinds of situations. 港政府军交一个缅甸反抗军宣布，30日开始以救灾优先，将会停止攻势2礼拜。严国也指控，由缅甸军政府领导人敏昂莱所指挥的缅甸国防军，若是无救灾，颠倒趁机会空袭反抗军的据点，甚至空袭地动灾区。当协呼吁缅甸赶紧停火，以方便救灾，也让帮助推动长期和解甲灾后重建。公司新闻金元庆编写。缅甸的大地震嘛，造成泰国曼谷高起的审计大楼规栋崩起，已经造成11人死亡，共有70来人失踪哦。真侪家属拢伫现场在等待亲人互救出来。针对大楼崩起的原因、搜救的进度，曼谷的市长是表示讲，因继续在拍拼，有信心伫7天内会当来向总理报告。救援人员继续伫咧曼谷这栋倒起的大楼搜救，地震到今已经第4天，那泰国当局连美军嘛加入救援，不过因为现场实在伤过混乱，就惊有陆各所个的人入去阻碍救援，所以原本开放互媒体的空间嘛，搁另外设置。泰国政府嘛，甲民间单位合作，带受困者的家属休困区，甚至搁大量找来翻译缅甸语、辽国语、搁柬埔寨语的志工。เมื่อวานช่วงบ่ายเพราะว่าเมื่อวานฝั่งอากาศร้อนนะคะแล้วก็คือมันอยู่ใกล้พื้นที่ที่เขากำลังเคลื่อนย้ายซากเนาะก็เลยย้ายมาฝั่งนี้ตรงนี้ก็จะเป็นน้ำดื่มค่ะแล้วก็อาหารแล้วก็มีขนมอะไรอย่างเงี้ยค่ะสำหรับรอฟังข่าวเนาะว่าตรงนู้นญาติของตัวเองออกมาหรือยังพอดีผมต้องการที่จะมาช่วยปัญหาเลยแต่ว่ามีคนติดต่อมาว่าวันนี้ต้องการล่ามด่วนก็เลยทีมผมก็มาช่วยตรงนี้ครับมีรูปเขาชัดเจนว่าลูกเขาเป็นสามีเขาติดอยู่ในนั้นมันรู้สึกว่าเราช่วยอะไรไม่ได้เราก็เลยรู้สึกเสียใจมากตรงนั้นนะครับ家属会当伫布棚内底暂时休困，不过因佫较想要知影的是，到底家己的亲人当时会当互找到，佫有这栋大楼为虾米会倒去？外界质疑这栋大楼使用钢筋可能无符合标准，曼谷市长是安尼回应。วัสดุอาคารที่มันทับถมอยู่จำนวนมากมีอาคาร30 กว่าชั้นที่พังลงมาทำให้มันเกิดการซ้อนเป็นเลเยอร์ทั้งการเอาออกเนี่ยไม่ใช่เรื่องง่ายครับ因为传出那个钢材其实是有问题的，一般钢材其实应该可以这样弯，可是好像是直接断裂。ทราบเลยนะรายละเอียดต้องมีคนมาตรวจสอบอีกทีนึง总理说7天要给答案，有信心吗？ท่านก็ได้สั่งการแล้วก็ดำเนินการอยู่แล้วครับ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再来看中国配偶文琪甲小美玉，因为武统的言论，互移民署取消居留权，限期3月31日离境。内政部长刘世峰早起是表示讲，一个已经订好机票，另外一个人佫还未决定。嘛讲这还未决定的中国配偶核特殊，甲国台办的关系袂歹，一直拢有接触，所以可能佫有变数。大陆配合文琪甲小美因为散布武统的言论，互移民署取消因的移民居留权。照规定，就要限期伫3月31日进行离境。内政部长刘世峰30日早起说明上新的进度。我们今天掌握的讯息，大概一个已经订好机票，
那另外一个呢，仍然在犹豫不决。那后来我们发现到说，这位中配比较特殊，他跟台办的关系还不错，所以本来可能要预定离境呢，他可能有一些变数。那我们正在按照原来的规定的计划当中在处理。小薇跟恩启还串联到总统府。然后来拉布条，来争取所谓的母亲权，那或者是来递送陈情书，这些都是政治的操作，所以我们当然高度的怀疑，从雅雅、小薇到恩启，这背后跟中国的关系起人疑窦。严哥甲国台办关系好的廖佩时，小皮也是温起，老实方并无讲，那边是讲声批评。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黄国昌是批评执政党摕大炮对杀小黑比。台湾民众党绝对支持守护台湾的国家安全，但绝对不是像民进党这样，那已经不是选择性的执法，那个是拿大炮在追杀小虾米。即便是事实，就算跟大陆台办有接触，也不应该被列为是好像是什么十恶不赦的事情。难道我们两岸之间要走向完全不接触吗？什么事情都不接触，什么事情都不了解，民众遇到问题的时候就没办法解决。内政部表示，依照移民署的规定，小皮甲文启拢无咱国国民的身份，若是被废止依亲居留权，10天内就要家己离境。10天过了，若是无家己离境，就会用强制离境的方式处理。虽然两个拢有请律师提出诉愿或者是行政诉讼，不过无影响原本的行政处分权的执行。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国道3号台中的清水路段上北173公里的所在哦，伫透早4点外，一台载机油的大货车家己去弄甲并车，机油是流甲贵死价哦，嘛封闭道路。伫东港这路段又搁发生3件的车祸，嘛造成国道3号清水路段大塞车。另外，伫国道1号落南的彰化路段，暂时有民众看到讲，亲像伊讲哦，甲电动车骑上国道，警方表示讲会来处罚。高速公路一台货车并车加载驾驶平安无大碍，不过路里全是泄漏的机油，车祸嘛连带造成后壁连续搁再发生事故。后车临南自述因路面有油渍，刹车不及而坠撞前方郭男驾驶之小客车车尾，无造成人员受伤。清早4点多，这台货车伫咧国道3号就北173公里清水路段并车，车顶载机油是车甲规个车道，全线封路大约15分钟。虽然伫6点外左右状况排除，不过伫咧同一个地点6点外甲7点半左右，又搁发生另外两宗3件车祸，嘛造成后壁塞车超过2公里长，将近中道才有较顺。另外伫咧国道1号落南王田到彰化路段，有民众看到真离谱的违规状况。两个敢若是移工的查甫人，12点外骑微型电动车，就骑伫咧高速公路顶，民众惊危险，是赶紧报警。写一安尼，外国语安尼，伊才看有啊，无安尼吼，伊唔看无，伊唔知影骑起哩安尼真危险。13:03分，经交通中心调阅 CCTV 影像，并回报上街车辆已行驶下彰化交流道。警方调监视器发现，这2台车拢无车牌，目前继续咧追查，嘛提醒民众，若是骑机车，也是其他类似有动力的车辆，骑去高速公路，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会当罚3000到6000。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昨暗高雄的中山二路甲5号二路的路口发生车祸，一个细路桥倒摆民众哦，冲红灯去弄到一个，嘛是冲红灯咧过车路的查甫人，佮去弄到一个骑电动车，嘛是冲红灯的民众哦，3个人拢受伤送病院，落尾这个过路人是救无回来。对监视器画面会当看到，青蓝色外套的这台奥多摆速度真紧，已经红灯啊拢无动，就安尼直接弄到斑马线顶悬的用路人。尾后，佫闪到边啊，这台嘛是冲红灯的微型电动车。第一时间，奥多摆佫倒回烧起来，赶到现场的警察是赶紧拍过，因为3个人拢有受伤，全部送医治疗。其中这位用路人31早起确定重伤不幸死亡。昨伫现场吼，这个行人吼，伊的倒脚是有较断去安尼啊。互迄个119消防人员现场急救送去咱高雄医院做后续迄个急救行为吼。
尾啊大概伫11:05分宣布死亡。警方调查，当时这位民众虽然有行斑马线，不过迄当阵也是红灯，3个人全部违规，分别照道交条例规定，罚300至6000块不等的罚款。这个路口到31为止，已经发生19件交通事故，造成1人死亡，10人重伤。咱实际来到现场看，违规的现象也是不少。用路人为着抢时间，无照斑马线行，嘛有奥多摆无想要开时间等越，直接骑起来人行道顶悬乌白软。最好是人行走都两边都可以走。四边都停起来，车子都进的，就要像那个高一样，是遵守而已啦，没有什么要领啊。你再怎么设也没有用啊，为什么？你不遵守都没有用啊。有民众建议这个路口的灯号要改进，警方是表示，这个路口目前伫东边甲北边拢有设科技执法，不过就亲像民众所讲的同款，赛车甲行路的人拢爱守规矩，才会当减少意外发生。记者柯嘉如、柯昭阳、高雄昌报道。来看南韩警方昨掠到一个放火嫌犯哦，第2日在陪亡的时引起火灾，造成20来人死亡，几啊千栋的厝烧掉，像一寡古早的庙嘛拢烧了了，有几啊万人撤离。南韩警方30表示，已经逮捕一名56岁查甫人，伊小兄弟扫墓的时阵，无细地引起野火，而且无法度控制，将其尾造成南韩史上上严重、上致命的野火灾损。目前当日一一查证，比对查甫人的犯行。韩联社报道，涉案的查甫人已经否认相关指控，官员指出，东西区庆尚北道旗城郡林地范围1.28万公顷。迄当时查甫人伫山内某一个所在扫墓，伊的查某囝讲，夫妻想要用赖达烧掉祖坟顶的树枝，想要到火市去互风吹飞，引起森林野火。目前经知影毁掉大约4.8万公顷土地，估计4000栋的建筑被毁，表示数万人撤离。 딴 손은 없어요. 뭐 여기 우리가 손을 대가 될 일도 아닙니다. 이게 왜 손대가 할 수 없어요. 잠잘 때 어째 뭐 이러니까요. 그게 제일 문제죠 뭐. 顶礼拜5，火势已经大范围控制，消防员2到拜6继续甲南山的几个小火场奋斗。迄当时引起国内要求当局面对这类的灾难，要有更较好的应对方式。各有专家认为，气候变迁造成野火，这场火灾同时也将南韩人口危机、甲城乡差距问题甲烧出来。韩国是超高龄社会，出生率算是世界上低，农村地区人口不足，佮大部分是年长者。 그러니까 컨테이너 이제 하우스가 15개 정도가 필요한 상황인데 제가 우리 관에 아까 이제 여쭤보니까 한 2달 정도 시간이 걸린다고 얘기를 하더라고요. 南韩大部分人口拢集中伫大都会区，尤其少年真侪家庭为着找找更较好的工作机会甲教育，搬去都市。不过乡下人口比例严重失衡，像安尼规模野火烧过来，大多数受害者拢是60、70岁，伫市区位无几个少年人的情况，年长者无能力也无气力拍火，这会当目睭紧紧看着家园陷入火海。 公司新闻吴伟玲编译。中国一款设计真多元的红仔爱拆开才知影买到什么款。过去伫东南亚是为了抢抢棍，也毋过最近伫越南有民众发现讲红仔面亲像有话中国宣示南海主权的高大线，所以受到越南民众的抵制。越南政府嘛下令禁止买卖。 甲网鸭拆开，内面有一只宝石有土鸭鱼孔的红鸭，看起来真古锥。这是中国红鸭公司的网鸭活3系系列。进前因为红鸭的设计真多元，也佮依照节日、季节或者是特殊事件无同的主题，设计红鸭面顶的图案甲整体造型。伫咧当然也卖甲真好，不过卖到越南的红鸭，因为面顶头的图敢若是中國宣示南海主權的高大線，賣唔出去。Em thì với những món đồ chơi hay là tất cả những thứ gì mà đều có đường lưỡi bò thì nó sẽ ảnh hưởng đến chủ quyền Việt Nam thì em đều không ủng hộ. 高大線是中國維護南海區域嘅長縮線，也是中國對南海嘅主權表示基礎。不過因為南海領土嘅爭議牽涉到真濟附近嘅國家，大家攏有無同嘅主張。越南是不准高大線以任何嘅方式出現喺英國內。越南市場發展局講，因為高大線嘅產品是違反越南嘅現行法律，影響越南嘅國家安全、領土主權，所以真濟違規嘅活3系紅鴨，怎麼攏下架滯銷賣唔出去。 一只賣$20，代票660塊，一天賣100隻，怎麼銷售掛零，介紹排隊半，$10也無人要買。Bây giờ hầu như là sẽ
Nói chung là bán kém chị bây giờ phải xả hàng đi để kiểu lấy vốn lại thôi. Nhiều sản phẩm còn bị lỗ chứ không phải là có lãi nữa. 即马越南政府已经下令查禁这种红仔，并且要求对查处置侵犯国家主权的红仔生产加销售的业者。伫以前也发生过像这种代志，正如伫2023年的好莱坞电影《芭比》，就被因为越南政府认为影片内面有出现高大线，所以禁止伫咧越南放映。另外，中国连锁的茶饮品牌百王茶基本来按算伫咧胡志明市要开分店，也因为品牌专用的 APP 有显示出高大线的地图，和越南的民众抵制。公司新闻但是党编辑。美国总统川普最近讲要甲格陵兰买落来，格陵兰伫300当前是互丹麦市民，即嘛是丹麦政府的驻地地区，自然的资源是真丰富，地缘战略嘛有优势哦。最近这几天，当地嘛想要复兴在地因纽特文化，民众是透过林捌手工艺，佮有侧面的传统，要来寻求自我认同。 五彩缤纷的串珠麻棍加首饰，做工正旧，真有民族的特色。格陵兰因纽特人特有的手工艺，就敢若一个被显贵的宝盒。这几年开始受到大家的注意，一寡罕有的文化宝贝，除了手工串珠麻棍，一个强美社团的因纽特女性侧面加侧身。Jeg føler selv, det er meget frigørende at få Inuit tattoo. Det er ligesom om også de kommer hjem til mig. 格陵兰大部分的土地拢伫咧北极圈内面，是全世界上大的岛，面积216.6万平方公里，差不多台湾的60几倍。掩有80%拢互冰雪砍掉去，人口只敢若57000人。1721年到1953年，格陵兰和丹麦殖民，到1979年才得到自治地位。殖民时期，丹麦政府对格陵兰实施同化政策，造成因纽特人真侪历史伤痕，像是打压因纽特舞。 对因纽特少女强装漂运气，甚至1951年有22个因纽特的囡仔，互人带去丹麦进行小丹麦人文化隔离实验，囡仔甲父母分开，进行文化教育的社会实验，造成悲剧性的效果。一寡囡仔只敢来讲丹麦语言，袂记作语，一个被迫伫孤儿大汉。这22个人内面有真侪人心理无健康，甚至有一半大汉了，真早就过身。 丹麦总理也捌伫2020年就这件代志向受害者道歉。And I say we have been stolen from Greenland. 因纽特人主要分布伫北极地区，美国、加拿大加俄罗斯也有因纽特原住民。伫咧格陵兰，愈来愈多少年的因纽特女性要重新熟悉传统的侧面加侧身，找迄段被偷走的历史加文化。And it's a post-colonial void when you have lost your identity and been shaped into different people than you were in such speed. Then the result is not really knowing who the heck you are. 有丹麦加格陵兰血统的创作艺术家普尔森，对失去归属加身份认同感受真深。伊搬转去格陵兰大了，伫咧因纽特人的传统手工艺术内面找到家己的语言。公司新闻王如梅编辑。 再来看去年4月初3，花莲大地震，花莲县政府嘛成立重大的灾害民间救灾捐款专户，收到7亿9千万的善款哦，目前阁剩4亿2千万，也毋过有真侪钱阁还未拨予受灾户，嘛因为善款委员会是上少开会咯，嘛受到外界质疑。 -03大地震了后，花莲有达到92栋红单、90栋的黄单建筑，大约有2000多户受灾户到达，也咧等待中间也是进行耐震补强工程。也毋过受灾户相关补助费用拢还未拨付，即马阁表出计善款要4亿。那县府一直在说，善款不够，我们没有办法资助。然后经过了1年以后，才发现哇，善款还剩接近4亿。 另外，善款委员会到达开会次数就有3摆，真侪受灾户拢在等相关补助。若无开会，安怎解决受灾户需求？善款委员会敢是失灵引起关注。
0403是全世界都知道的灾难，你就应该要加开临时会，你才能够真正的回应民众的需求嘛。那但是到现在1年过去了，确实在很多的委员会都是说你1年只要开2次定期会就可以。根据花莲管府的资料，控诉控3管府目的的善款大约7.9亿，伫考虑相关重大公共建设收获、主体财损、跳到规楼顶经费了后，全款也有4.2亿。管府强调，村内善款一定会用伫灾民身上。账上的余额不是我们放着不用，而是要更加谨慎来用，可以以先争取中央各项补助为优先。但是运用的计划跟项目还要看具体的需求来做运用。面对管府的解释，受灾户并无法度接受，强调控诉控3善款都要用伫控诉控3受灾户身上，那用伫别所在根本违背捐款金关注对象。这不是0403的捐款账户吗？为什么还会考虑到将来的天灾？另外，受灾户也强调，善款委员会成员竟然无达至灾民甲民意代表，感谢会当甲受灾户同感引起质疑。管府表示，只要受灾户有意见，拢会当提出需求，由相关局处处理，并未影响受灾户的权益。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台南市南西区1月2日发生地震哦，阁有灾民住伫安置所，有港会甲南西区公所合作，甲民众饲鸡、种菜、做胖、做鸡卵糕来卖。工作人员斗犁田，阁斗压肥。未来这个地是要予南西地震灾民种田。基督教挂菜总会甲南西区公所合作，甲南水分宿宿舍规划做种田、饲鸡甲学做胖的所在，提供工作机会，帮助有意愿的时代或者是经济弱势的居民。是咁要教阮种菜，啊嘛做爱心嘛。伊安尼甲我看拍鼓，拍一个拍一个拍3个，啊嘛安尼施肥，啊嘛用个攀布安尼了，啊搭袂发臭。可以帮助这里的灾民啊，就是可以让这里的灾民也有一些收入啊。是以工代赈，其实透过我们现在目前的产业，希望能够让需要者他用他自己的参与，然后产生他自己的自立，然后获得到该有的尊荣，而且自己赚到了人工钱。用自然农业模式生产鸡卵、菜色甲胖，创造工作机会来帮助居民振兴家庭。后续会当透过挂菜种花平台销售，让灾民会当得到经济来源，为接受帮助转做自立生活。这些灾民在重建之余，也能够互相提携、互相慰藉，然后一起走过这重建之路。那现在的灾民一些心灵上的慰藉的课程，还有一些像这种食农教育，让这些灾民在生活上不会感到无助。根据公所统计，目前住入去南水分宿宿舍计共有39户就业的灾民，其中大约7成是经济弱势的家庭，一个人住的时代甲新兴障碍者。透过以工课带动振兴的计划，提升灾后重建复原，让居民会当赶紧恢复正常生活。公视新闻综合报道。来看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员会今仔审查关系到核电厂营业的核子反应器实施管制法的修法草案，有民间团体是伫立法院头前抗议。国民党始终回避我们大家提出对他们的质疑哦，也不肯谈论老旧核电研议会有什么样高风险、高成本。目前国民党现在在强推的核电研议修法，将会为这个立法院蓝白为了政治斗争而牺牲民政权益的另外一个证明跟案例哦。最后呢，但是承担风险却是我们全民。要不要继续运转要有3个条件：第一，核电呢保证安全，核废料可以处理；第3呢要有社会共识。要不要使用核电或继续使用核电，或者是采取新的核能的设施这方面呢是由经济部和台电依照我们的需求来决定。民间团体强调讲，核电厂营业的成本甲风险相关咯，核废料的处理是济流行顺咯。针对今仔的修正草案，国民党的调委嘛批评民进党无提出版本，嘛无行政院的版本。来看，针对宪法法庭受理性暴力犯罪只有20档的追诉期，敢有违宪的释宪案？目前是有43个受害者成员，其中有14个提起司法庭诉。今仔就有受害者呼吁宪法法庭要赶紧释宪，嘛会呼吁立委要起案修法来保障被害人的权益。我在这条路上已经走了20年，
其实刚开始在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根本脑海中没有办法想到什么，因为那时候我被害的时候才不到14岁。儿童青少年时期受到性暴力的受害者出现伫咧记者会，想到伊受害了后，长期的惊吓，也佫有得着忧郁症，但到伊总算有勇气会当出来讨公道，法律的追诉期煞已经过啊。法务部的统计资料里面，近19年来，总共有1040位的一个性侵害被害者曾经提出这个告诉，但是却因为追诉期的问题遭到不起诉这样的一个处分。公民团体表示，根据澳洲的统计，受害者一般拢需要20年至30年的时间，才敢向外来求助。过时的法律煞正做阻碍，性暴力的受害者伫咧公民团体的陪同之下，勇敢站出来面对社会大众。不要让法律的追诉期变成保护狼师的工具，让受害的孩子能够有一个追求正义的机会。相对来说，如果立法院更为积极的部分，应该是直接提出有关修法的部分来做相关的补正。我们认为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些方式。公民团体指出，目前拢总有43个儿少性暴力的受害者出面，其中有14个提起司法的庭诉，希望伫咧申请释宪满1周年的时阵，宪法法院会当赶紧释宪，立委嘛会当提案修法，保障受害者的权益。公视新闻台北报道。目前是台湾乌熊生团的季节，也毋过最近伫台中的和平，有一只细只乌熊掉伫限制。抢救上生物多样性的研究所，本地是真稳定哦，隔天却熊熊死亡，目前是个理清原因。另外，伫花莲的岛溪，嘛有一只乌熊掉伫限制，现场嘛阁掠着一只细只乌熊哦，拢送到野湾协会去治疗观察。林业署的人员来到溪沟啊，看到受困的乌熊，遂开始救援。台中市和平区乌石溪一大山拿，200发现有一只乌熊仔囝掉伫咧特色内底，林业署甲兽医29顺利救援，发现伊倒边头前的骹受特色压迫整起来，检查了后送去生物多样性研究所急救站。当时熊仔囝的生命状况稳定，但讲30顶部传出死亡的信息，原因不明。救援的现场，看到的它是。活力是正常的。那到救援到集集野生动物急救站的时候，那时候状况也是良好的。林业署台中分署表示，受困的熊仔囝19公斤左右，应该是拄出事，不确定熊某敢是也伫咧附近。目前熊仔囝的遗体已经送去兽医研究所，会量早安排解剖，厘清死因。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死掉了，就会同他们兽医研究所的专家来解剖厘清。到底是什么原因发生？花莲也出现台湾乌熊的脚跡，林业署花莲分署日前接到通报，伫咧花莲县倒溪乡山拿发现一只58公斤的熊猫，倒边头前的脚同款因为特色啊整起来。3月30日，伫咧当地诱捕到一只11.5公斤的熊仔囝，身躯无外伤，也个身材较薄板。2只乌熊拢送去野湾野生动物保育协会治疗观察。这2只熊，它们是不是母子熊？目前我们现在也在密切的了解，然后同时也在做一些后续的一个检查和查询当中。林业署表示，2只乌熊敢是母仔囝也会较认，也毋过乌熊的族群渐渐扩大，接近人类生活的区域。呼吁民众若发现乌熊，会当主动通报；若有拍来的需求，会当申请改良性的蜡具，避免无细里抓到乌熊。公视新闻综合报道。宜兰县的安农溪地方认为讲是公共财，也毋过商业的各种活动拢是交予特定的民间业者的经营。公所嘛想要来争取委办权，也毋过县政府是强调讲各州的委办权中央是授权县市政府办理，所以因会依法来公告甲评选。伫电火溪告牌是真刺激，热人这是宜兰真受欢迎的活动。毋过电火溪由2间业者经营泛舟，到今已经70几年。县府考虑水域游客活动愈来愈发展，办理开放电火溪泛舟等等水域游客活动的公告。不过，在伊过期的期间，针对告牌的活动，由什么人来办理？电方有无同款的声音？因为管用合一嘛，你不能说在这边清扫管理全部都公所跟安农溪发展协会来做，然后使用就你们县政府去收费。三星乡公所认为讲，电火溪是公共财，平常时由在地协会、社区甲三星乡公所负责清洁甲维护。不过，唯一会当营运的泛舟，却是由县府负责办理甲管理。希望电火溪泛舟嘛会当管用合一。公所嘛希望争取办理权，
不过交通部函示，因为根据最后游客活动管理办法，泛舟违办管理权，敢若授权到县市政府，所以县府继续予公所来办理。咱希望讲，你就爱包括你就爱即个来地方开说明会，你免来委托。有民代志议讲，县府2021年发布公告，暂停电火溪有搁较侪业者，搁申请泛舟的活动，这等于是要予特定的业者来经营。县府若坚持要安尼做，应该去地方开说明会，详细说明办理的内容，避免继续予特定的业者来经营。我们目前正在研议，在正式公告之前，也让地方能够了解正式公告的内容，法律上面的确认内容，以及后续评选的相关制度。县府表示，电火溪现有的2间泛舟的经营业者，在2021年之前就已经存在。在预告公告还未完成，还有相关管理的机制还未完备进程。县府敢会当先承认现状，等到地方有共识了后，再办理后续的公告甲评选的程序。公司新闻依然报道。清明要到咯，彰化县的环保局是呼吁民众以捐钱来代替烧金纸，同款是会当达功德回向给祖先，只要捐超过300块，各送在地农产品。清明节伫要到啊，有袂少民众提早起立骨塔拜祖先。为着鼓吹民众环保制作，彰化县环保局今年甲社福团体合作摆摊宣传，用捐款将功德回向给祖先，代替烧纸钱。若捐超过300块，个米粉通摕。因为厝里拢会有拆金嘛，是今日都看到这些活动，想讲减少那个纸钱也蛮不错的，所以就来这边参加看看。我觉得就是长辈他们有他们的想法，但年轻人也可以有年轻人的想法，可以分开，就他们要烧，他们就一样。但我们如果年轻人有这个想法，我们自己可以去实施，不一定要被长辈牵制。中华环保局2022年开始结合4大超商，推动清明节义工代金，捐款给中华县的社福团体，地当用收据换功德证回向给祖先。去年加倍送价比，捐款增加5成。环保局认为，今年应该会继续增加。我们113年义工代金的金额增加到21万元，相较于112年的14万元，增加达到5成。那这个也显示说，我们这个义工代金的理念也获得越来越多民众的一个认同。环保局表示，除了义工代金，因也伫县内的公墓甲立骨塔设45个纸钱集中站，加上民间单位的配合，这2档集中的纸钱量平均有1500吨。环保局邀请法师进行焚化炉的净炉仪式，确保烧纸钱过程符合传统礼俗。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来看台中的教育大学，佮有教育部伫2017年开始经营一个叫做台湾台语放假的网站哦，已经有21出台语配音的放假。最近新推出一出立会孝女，望讲囡仔当透过放假来学台语。卡紧食食咧，今日甲爸做伙来驾车。哦，足好笑诶！经过543，我笑到要冰车。放假当中的查某囡仔自细汉就想要和老爸共款做消防员，不过迄个年代是1930年的美国，当时社会并无允准查某囡仔做消防人员。这出放假电影《立会孝女》就是咧讲这个查某囡仔的故事。翻译这项电影的老师讲，这届翻译台语甲台文上困难的所在，就是要安怎甲英语翻做倒带台语词。英语内底，因爸爸问伊讲：“你敢知影啥那要叫 fireman， 你是 firewoman？” 啊，我就想着讲，咱台语有一个叫拍火兄弟，吼，嘿对，我就讲，我就甲翻做讲，啊啥那，你敢知影啥那人拢讲拍火兄弟，无人咧讲拍火姊妹。台中教育大学和教育部对2017年开始设一个台湾台语放假网的网站，负责推动的教授表示，对2017年到今已经推出来21项的放假，这届会选择立会孝女这出放假来做翻译，是因为故事内容嘛讲到现代上注重的性别议题。咱的教育的课纲吼，有一个叫做19项议题啦。这19项议题内底吼，伊共有一个议题是性别，也有一个议题是防灾。咱这边也面多好咧讲性别甲防灾观念。听教授表示，台湾台语放假网累计作品愈来愈多，一定坐甲会当分适合的年岁站来看，有幼稚园、国校啊、国中、高中无共年岁人适合看的放假，希望会当替台湾的囡仔创造一个全台语的放假环境，看放假学母语。记者戴阿双柯敏哲台北报道。
纽西兰有真丰富的自然生态，也毋过外来种的问题嘛是真严重哦。当地政府是使用高科技的人工智慧，影像辨识甲无人机的技术要来协助，望讲2050年之前哦，会当来解决鸟鼠啊等外来种的问题。在纽西兰南岛这个乌麻麻的海滑边的山顶，配备着热感应器，加也是摄影机的无人机，伫咧天顶飞。无久，这个天眼装置就伫咧手机的顶头发现目标，掠食者地雕，又搁被叫做副处，因为入侵鸟仔兽、食鸟卵加鸟仔囝，造成本土鸟类生存危机。有一寡鸟仔强要绝种，所以轻度地雕是甲时间伫咧比赛，有科技斗3工，效率会更加好。The next stages for us are involving some sort of AI software into these and automated detection and automated flying, or the technology is just changing all the time. 纽西兰的风景真水，为了要保护原生物种永续平衡，当局设定在2050年，甲鸟鼠、白鼬加地雕3大外来掠食者清零的目标。10几年来效果袂歹，伫咧东南部的奥塔哥半岛，2018年到今已经消灭24000只地雕，剩最后6只左右。不过要伫野地猎人，袂输敢若伫咧大海河尖，这么看甲用电脑模型模拟定位，成功率增加。伫科学内面设792个高科技的限制，更一种地雕若看到就忍袂掉要挖来食，实际敢若美乃滋是要甲因食。This is our most modern version of the automatic trap. The magic happens in this camera here, which takes a photo of whatever interacts with the trap, and I can access that at home on my laptop and see what's in the area. It automatically lures itself and will hopefully bring something into the trap and get caught. 岛屿吉湾内面2个岛已经完全清除外来掠食者，罕有的放管徛河，免过烦恼两会互人偷食。北濒危的海狗如果出现伫咧游客面头前，也真罕见看到敢若变海猪。We're seeing the biodiversity recovery happening really quickly. We're seeing more bird life, we're seeing more flourishing vegetation. And that leads us to other questions of, well, is that helping us with other issues such as carbon storage? 这项运动伫纽西兰全国引起大家注意加觉醒。计划主任汤普金斯讲，怎么正伫咧研究轻度掠食者了野生环境的修复，新年是会增加，是毋是当杜绝大气内面更加多二氧化碳，减轻全球暖化影响。公司新闻施惠中编辑。下晡半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17度。中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0度。南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6度。东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5度。华岛地区上低10度，上悬19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各位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